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嚟到我哋芒向編輯部嘅 YouTube Channel 頻道。首先呢度有紐西蘭嘅二德台長，大家好，同埋我家產生嘅大家好。大家中意我哋嘅節目，除咗嚟到大台芒向編輯部，另外仲可以去二台正向報同埋三台嘥冷氣嗰度點讚、分享同埋訂閱，希望大家留低建設性嘅留言啦。好啦，呢一節呢，我哋就要講下一啲都令人加拿大人咧十分之唔開心嘅問題啊！係啊，首先咧第一個問題就係而家就係加拿大嘅經濟唔好啦嚇，樣樣嘢都加，但係人工就唔加嚇，即係慘冇乜點加就慘，有啲人仲我遲下可以開一節講，有啲人直情喺度呻嚇，畢業等於失業啊，即係英雄無用武之地，個個都手頭緊。咁啊雖然係咁，但係咧加拿大政府咧就已經使咗好多錢，但係唔係要嚟壓抑通脹，亦都唔係要嚟改善民生，而係用咗一筆可能做咗10世都儲唔到嘅錢喎。係咪啊，台長？咁樣啊，嗱，根據加拿大總審計長最新嘅報告咧 ，F-35隱形戰機呢個項目啊，埋單計數咧，隨時超過330億加元，黐筋嘅，黐線嘅。嗱，今日咧就審計總長出咗嚟啦。頭先聽個台長講啦，無啦啦啫，原來我哋就使咗330億喎，咁咧而用咗330億係買乜嘢咧？就係買呢個 F-35嘅隱形戰機啊！但係買嚟呢班戰機嘅根據呢份報告講，有戰機都冇用，因為可能係冇機師，亦都係冇位去擠呢班戰機，冇飛機庫。而家買一堆冇鬼用嘅玩具翻嚟大家聽到咧就係變成今日一個大新聞，亦都係拿起另一單嘢出嚟講嘅一單大醜聞，可以話係。所以呢一節就會同大家睇下加拿大嘅國庫同埋國防點樣同時亂咁使加拿大人嘅錢啊！喺加拿大嘅總審計長 Karen Hogan 咧，喺佢最新出爐嗰兩份報告，真係可以話係左右開弓啦。一拳咧就打向國防部，另一拳咧就打政府採購嘅系統。嗱，呢兩件事咧表面就好似無關嘅，但係底層嘅邏輯都係完全一樣，就係管理混亂、浪費公帑㗎。嗱，我哋先講下佢點樣鬧 F-35先。2年前Trudeau咧就仍然當政嗰陣拜登仍然在位，咁我相信咧佢係為咗加美就一家親喎，就突然間就宣告啦，話我哋咧就我哋決定宣布我哋已經要買呢個 F-35要嚟保衛我哋嘅國土北極嘅問題，咁當咁咧成個項目使咗幾多錢啊？哇，成本好低嘅咋，190億咯咁喎。哇，聽到190億 F-35一嚿咁嘅玩具，不過算啦，因為加拿大自己戰鬥機都係即係都好老舊啦，咁買最好，咁個個都唔出聲啦但係點知今日嘅總審計長一睇就話，最新估算已經到咗277億啦，增幅係接近50%啊！嗱，大家咧真係要聽清楚呢個咧仲未係最終數字嚟嘅喎，報告咧仲警告要令呢批戰機能夠真正有作戰能力嘅話咧，起碼要再掟多55億落去做基建同埋武器，加埋先至到咗我頭先所講嘅330億啊！哇！嗱，佢話基建係乜嘢咧？首先，買個戰機翻嚟咪係咯，因為呢啲戰機咧就係比較特別嘅，係需要起一個特別嘅飛機庫去裝佢嘅。真係，仲有嚟㗎，係嗱，你哋聽到話，你買個戰機翻嚟唔係武器嚟㗎啦咩？點解要另外買武器啊？導彈你要係咯，要額去買㗎嘛，大佬啲導彈你估無限發嘅咩？咪係咯，佢唔會自動生成㗎嘛，係咪？係，所以咧，真係呢個係一個好得人驚嘅玩具。錢用多咗，係咪因為通脹或者意料之外呢？呢個審計總長嘅報告講到好白啦，部分嘅原因因為國防部規劃不善，用埋啲過時嘅數據嚟做估計
而且啊係嚴重低估咗 F-35嗰個飛機庫啊嘅基建嘅複雜要求啊，即係點啊？你原本啊，你用嚟裝加拿大啲老舊嘅機庫係要 upgrade 升級嘅工程，拖下拖到超過咗3年啊！而家要幾時先可以做好啊？咁未到2047、2031啫嚇，而家係2025、2031，咪仲要搞多6年？到時都唔知第幾代飛機咯。係啊，嗱，呢個咧就真係非常之經典嘅大白象工程啊！天價買翻嚟，配套又跟唔上，最為荒謬嘅就係咧，總審計長啊6年前咧已經警告過加拿大空軍係嚴重缺乏戰機機師啊，去到今日呢個問題都未解決，情形就好似買咗架法拉利，就發現冇人有車牌，亦都冇車房可以泊車，咁白痴嘅都有嘅啊！嗱，咁我哋當然啦，需要深入睇翻箇中原因嘅。點解啊基建會延誤先？嗱，總審計長嘅報告嘅原文嘅用詞就係咁嘅，國防部缺乏足夠嘅工程技術人員去應對由 CF-18升級到 F-35嘅複雜需求啊。換句話講，就係部門內部根本就冇足夠嘅專業人員去規劃同監督呢個世紀工程。咁就奇啦！加拿大唔係人才仔仔嘅咩？點會變得冇人才嘅咧？但係就算冇人才啊，你可以請人翻嚟噶嘛，可以去培訓人才嚟噶嘛？定係咪想假手於人，想最後將啲嘢外判出去益下人呢？而且其實最大鑊嘅係你買呢架飛機翻嚟冇用，點解啊？因為係招唔到機師啊！即係大家諗下喺呢個巴基斯坦同埋印度嘅空軍戰爭啊，即係殲10就大放異彩啊！咁佢哋有好多機師咧係要去呢個中國受訓先至揸到嘅，但係點解加拿大係揾唔到人去解決呢個問題咧？即係於是咧就睇過啲即係有啲資料就 show 出嚟就話，唔單止係訓練唔切新人，更加嚴重嘅係基本上加拿大係留唔到有經驗嘅資深戰鬥機機師啊！咁點解留唔住呢？嗱，因為咧空軍嘅飛行時數、待遇同晉升機會啊，相比起好多私人航空公司啊，可能冇咁吸引啦。仲有當 CF-18嘅機隊老化，零件又短缺，飛行任務都受到影響，自然打擊士氣㗎啦。咁呢個惡性循環呢，喺依家新嘅 F-35嚟到啦，對機師嘅技術要求更高，培訓時間就更長。嗱，呢個人才斷層嘅問題就變得更為之嚴重咯。係啊，所以成件事呢並唔係簡單一句話，我哋買貴咗咯咁簡單。而係反映出咧，其實加拿大嘅國防部係有一個深層次嘅結構性問題，就係硬件買咗翻嚟就好勁，但係軟件即係人才同埋管理咧係完全脫節嘅。300幾億淨係可以買一個有潛力嘅殼翻嚟，但係整唔到一支有戰鬥力嘅空軍，即係講衰啲係有啲似慈禧太后年代嘅北洋艦隊咯，真係慘。嗱，如果話聽完 F-35，大家覺得加拿大嗰啲嘢真係好大喜功、眼高手低，好有廚刀嘅特色嘅話，而喺另一方面，另一份關於政府專業服務嘅合約嘅報告咧，更加令人真係搖晒搖下頭。而呢單嘢嘅主角咧就係同一個 Apps 有關，就係叫做 Arrive Canada 嘅醜聞。以 Arrive Canada 呢個 Apps 咧就係由一間公司所做，佢個名咧就叫 GC Strategies 嘅公司嚟嘅。總審計長咧亦都抽查咗政府同呢間公司叫做 GC Strategies 嘅所簽嘅合約，就發現呢個問題咧唔係個別事件，而且係普遍嘅現象。首先呢間 GC Strategies 咧係一間只係得2個人嘅 IT 顧問公司嚟嘅啫。係啦，而呢個審計報告嗰度咧就講咗呢個合約簽約嗰陣其實係有好多古靈精怪嘢。佢分析咗有82% 嘅合約入邊唔係有競爭嘅合約，係冇證據證明呢間公司標嘅價格係合理。而入邊咧又有58% 入邊係冇合理解釋點解冇公開招標，有33% 嘅合約
即係當佢招標嗰陣，話要用佢嗰陣，冇證據證明呢一間公司具備所需要嘅資歷，另外仲有21% 嘅合約，連顧問嘅安全有效審查都係冇。呢堆數字背後有咩意義呢？就係話當政府部門判出呢啲合約嗰陣，好多時候根本冇跟規矩，冇問價，冇審查背景，甚至對方到底有冇料到都唔知。結果呢，總之話呢個幾好啊嚇，我識唔識佢呢？我唔知啊。總之幾好啊，咁咧就將納稅人嘅錢就俾咗佢啦，就俾咗呢個2人公司去開發一個 Apps， 個名就叫 Arrive Canada。係啊，嗱，我哋都要將 Arrive Can 呢個 Apps 個故事再講得詳細啲啦。最初咧只係一個好簡單嘅邊境申報工具，預算咧就大概幾百萬嘅，點不知喺疫情期間咧功能不斷增加，合約金額咧就好似滾雪球咁，越滾就越大，最終嘅埋單接近6000萬啦。嗱，點解會咁先？因為政府內部 IT 嘅能力不足，於是就極度依賴 GC Strategies 呢類中間人咯。而依間 GC Strategies 嘅角色咧，就好似一個判頭，佢哋喺政府度接咗單，然之後再分俾其他嘅IT freelancer。佢哋嘅合夥人咧喺國會作證嗰陣就好坦白咁講，我哋可以喺入邊抽到嘅佣金咧，大約15到30% 嘅。嗱，呢個最荒謬嘅地方啦，政府自己唔直接請人，而係俾錢一個中間人，等佢再請人，然之後就從中抽佣。總審計長嘅報告咧就講咗一句係由於文件記錄極度混亂，好多時連政府自己都唔知究竟請翻嚟嘅人做咗幾多個鐘嘅，做咗啲乜嘢根本無從稽考添。嗱，你俾咗個錢，但係唔知你做咗啲乜喎，真係好玩啊嚇！係啊，呢個咧就係所謂嘅外判文化走到極端嘅時候所面對嘅惡果。政府咧就為咗規避呢啲直接招聘嘅繁瑣程序同埋啲人事責任，寧願咧就不停咁花錢去俾啲顧問同埋判頭，結果咧就整咗一個咧龐大嘅灰色地帶，養肥咗一班中間人。但係公共服務嘅質素同埋成本效益咧就係冇保證嘅。嗱，咁我哋就將 F35同 GC Strategies 兩件事放埋一齊睇啦。一個就係國家安全嘅頂級項目，一個就係公共衛生嘅 IT 項目。咁佢哋亦都反映出同一個問題嘅。加拿大嘅公共管理體系係咪已經出現咗一個系統性嘅失靈呢？定係呢班官僚太蠢太懶啊？當中涉及會唔會有更深層次嘅就係利益輸送啊？嗱，不過我哋都要持平啲嚟講嘅。國防專家例如呢個麥克唐納研究所嘅 Richard Smoker， 佢就認為取消 F35採購咧將會係極其愚蠢嘅錯誤。點解呢？喂，因為呢個玩具買翻嚟又已經有好多問題㗎啦喎，大佬。嗱，呢條友咧就咁解釋嘅，因為個地緣政治現實加拿大作為北約、北美防空司令部同五眼聯盟嘅核心成員佢嘅軍備咧必須要同最大嘅盟友美國係高度兼容嘅，特別係喺北極防務日益嚴重嘅今日我哋嘅戰機咧需要能夠同美軍 F35無縫連接，共享情報同作戰數據㗎噃。所以咧就係咁講啦，喺北美領空呢個大前提之下，加拿大人根本就冇得揀，谷住要買嘅。基本上係㗎，我哋見到依家加拿大 CF18 戰機咧已經服役超過40年啦。哇，真係舊到阿媽都唔認得。係啦，再唔換嘅話咧，收價。係啊，40年㗎啦，即係呢啲老爺機再唔換咧，就係連空軍都去咗解散啊。所以咧，問題嘅核心就唔係買唔買 F35，而係點解一個焗住要完成嘅任務都可以搞到咁樣一塌糊塗嘅咧？但係冇得揀之餘，都唔使買個 F35啊嘛，你可以買個 F22都得噶嘛，係嘛？即係平啲即係都係做到最衰咯，所以咪係而家嘅情況就係因為冇得揀啫，因為真係好收價，40年都唔換機，係咪？政府咧更加要有責任，將每一個仙都用得其所，確保嗰個項目做得好，咁先係噶嘛。而家咧就係話
冇得揀，冇得揀啊，咁啊亂，冇得揀啊，求求其其啦，咁整張空頭支票，好似擺落嚟幾多錢啊？美國佬話270億啦，好啊，另外加錢我改咗佢啊，好啊，咁啊300幾億就抌落鹹水台啊，係咪？甚至有批評者都問啦，其他 F-35嘅有買開嘅國家咧，例如挪威、丹麥啊，喂，佢哋嘅採購過程啊，係咪好似加拿大咁 Q 亂先？定係人哋嘅規劃同監管做得更加之好咧？嗱，如果係做得更加之好咧，咁就更加證明啊，問題唔係出喺架飛機度，而係出喺加拿大自身政府嗰度啊！哇，呢個咁樣嘅咁為無奈嘅現實咧，亦都凸顯出啊加拿大政府係出現嚴重嘅管理不善。嗱，再睇翻啊總審計長嘅報告咧，每次咧都可以話好似做一次 body check 一樣嘅，就話俾大家知邊度出現問題。但問題就係做完 body check 又唔去做翻啲跟進，又唔食藥，又唔去做手術，咁有屁用咩？咁啊嗱，聽住咯，呢份報告出咗嚟之後咧，啲人就去焚佢，梗係焚呢個國防部長同埋採購部長啦。咁啊，結果佢哋講咩啊？即係又係好經典嘅，即係唔好話經典啦嚇，好似有本書咁樣讀咗出嚟嘅，就話我哋係歡迎並且接納審計總長嘅所有建議，會致力改善流程，加強監管。每一次你都咁講嘅嚇，打晒呢啲咁嘅官腔即係 take the points 咁就算㗎啦，即係吹脹。嗱，呢度好玩啊！嗱，加拿大嘅採購部長阿 Jane 嘅回應咧就好有趣嘅，佢就承認咧規則冇被遵守係好明顯，而且唔能夠接受。佢講得啱啦！嗱，跟住咧邊個冇遵守規則嘅人先？佢哋有啲咩後果咧？冇嘅。嗱，呢種咪係系統性嘅縮骨咯。官方嘅承認問題，但係冇人需要為問題負責噶嘛。係啦，而前樞密院秘書長 Michael Wanrick 早就講過，加拿大嘅公共服務體系咧就有一種叫做規避風險嘅文化，寧願搞外判都唔好自己孭鑊。呢種文化就係為咗呢間咁嘅 GC Strategies 呢啲咁嘅公司提供咗完美嘅土壤。當出咗事，嗰個鑊就話係呢個系統性嘅問題，咁冇咩具體嘅官員要孭鑊嘅，咁睇下最大要孭嗰個梗係廚刀啦，廚刀都走咗咯，咁到底邊個孭呢？好似冇嗱，總審計長嘅角色咧就好似一隻冇牙狗一樣啊，識得吠冇錯，係揭露到問題，但係就冇權力去懲罰任何人嘅。而國會委員會嘅質詢咧，好多時候咧就變成政黨互相攻擊嘅政治 show，真正嘅制度改革咧，永遠都唔會發生嘅。當一個系統只會不停咁發現問題，而去解決問題嗰陣咧，咁所以問題咪不斷咁重複地發生啦。所以啦，總結咧，我哋今節所講啦，呢個天價嘅 F-35嘅採購計劃咧，睇落咧就係幾黐線嘅。不過再對比翻咧，我哋之前所引述一個嘅由 GC Strategies 所做嘅手機 app 咧，我哋見到雖然呢有兩單獨立嘅醜聞，但係亦都係代表住加拿大政府管治不力，係嘛？結果就係咧，咪衰晒咯。嗱，記住呢個唔單止係錢嘅問題，300幾億可以起到幾多間醫院，可以整到幾間廉租屋而加拿大而家成日就話冇錢冇錢，其實就係咁樣使晒啲錢。咁呢，而點解要提出話呢單嘢呢？因為唔好忘記特朗普已經向加拿大話：喂，我要搞呢個金窮倉你哋要抌翻你哋要出一半嘅610億嘅，幾時俾啊？喂，大佬，真係而家你開頭有610啫，遲下一定過1000億嘅，要加拿大嘔唔係講笑如果條數唔係計得清清楚楚呢，即係全個加拿大人都會變水魚。但係好明顯政府咁樣揮霍，將納稅人嘅錢呢，就成日就咁樣亂咁使呢，係一個極大嘅諷刺，從而會引起一個信任嘅問題。咁
當然啦喺呢一種咁嘅系統性嘅失誤咧，有冇得搞咧？到底點樣搞咧？其實係好值得大家深思嘅，真係。除咗投票啊，算罷啦。係啊，除咗話 vote them out，老實講，曾經好多人都講過，咁啊唔投佢票咯，咁樣講吓，唔投票就得。係呢個亦都係西方民主制度嘅漏洞之一啦。最後大家咪推卸責任咯。即係最慘就係咧，你衰咗啦，你咪俾人 vote them out 啦 ，vote 走咗啦，vote 走咗唔使負責任噶啦。咪冇咯，咁留低爛攤子，下任接手噶啦，係咪先？所以係呢個係好值得深思啦。咁真係。而且係你睇唔到會有乜嘢改革咯，所以問題會繼續存在。無論你係有幾多人揭發都好，呢個冇乜所謂啦，唔重要噶啦，習慣下就得噶啦嚇。錢咧就最好就自己袋穩啲啦，稅就都要交足啦，稅就交足啦，係咪？當然啦，就唔好交多俾啲政府啦，唯有係咁啦。即係你要精打細算咯嚇，稅係要交，不過你要懂得嘅稅法嚇，最好揾個好嘅 accountant 識得點樣走位咯，冇計噶啦。所以咁多人係唔中意交稅係有個原因。西方民主制度係咁噶啦，算啦。係度地方都係咁嘅，稅高又重，錢又亂差咁使。呢個問題唔係淨係加拿大有嘅，澳紐都有嘅，所有嘅都有嘅。係啊，都有啲問題，所以好無奈嚇。呢啲咁嘅死雞棚，真係啷起就嬲。一係自己做，自己接啲政府 job 嚟做，自己賺錢咁啊最好。好似嗰個 GC Strategy 咁，兩個人嘅 IT 公司賺6000幾萬喎，兩個人喎，佢係做顧問啫喎，你話呢啲咪叻醒目仔咯，係咪？加拿大不嬲都係咁噶啦，咁即係 Trudeau 在位嗰陣咧，係好中意揾顧問公司咁呢啲都係 Trudeau 之過啦，冇得講。佢都走咗咯仲要代退休金，淨係個樣衰啫。不過但係佢唔會介意噶，有錢係咪？算啦，而家係咯，唔知幾疏肝我哋仲要捱女仔，好啦，我哋就講到呢度如果大家有咩想留言、想講嘅，歡迎下底留言嘅，多謝大家，拜拜。好，拜拜。